都市化为生活过利片丰裕，不过也是知道几多淳朴嘅状态变黑的，安尼嘅代价更大。一群睇土洋太嘅后生嘅对一个事情有疑惑，故所以呢，归乡要前进汉世世界的记忆同文化。土洋艺文呈现上日的版呢，会拓看艺术节，还去抢救兼向为本人拆开的老屋嘅。研究员呢还有拍的计划个。伊能认为中辣有几多具有故事嘅老店家同建物也都佢值得本人记录下来。故所以能同文化部申请村落文化发展计划，用水里行土壤的方式，同时结合写生、营养活动和个互动对谈，为采体人、店家和个游客和个认识中辣。这拍拍手，小朋友这个都要哈啾哈啾，小朋友们等我一下。哈，放一张纸诶，那一张纸在对蛋糕的是，哈，佢像是像鸡麻泡一样嘅哈，那迄鸡煮一口，一口鸡就做得个厨也讲做调羹人本去一口。同有老市民嘅白糖诶同鸡嘅糖，各种各样看到你冇做过见嘅习俗诶，喺东东年自细到鸡都东南平平平嘅面试。一件可以有70年研究嘅糖艺店，係老東道中冷年帶進嘅路條牌。大家雖然經費咪有限啦哈，就買你割粒糖嘅，搶啲割粒糖嘅哈，那做呢吼，我夾白連沙醋，啊醋100一個，啊醋到咁嘛幾條賺到錢，一個嚟講搶一盒糖嘅，做到賺10條，哦5、6條10條，那以前嘅10條5、6條當太都當歡喜，啊還是做零用錢。像給200買個東西，就不是他爸爸媽媽愛哈。我從小生活在這個地方，其實不會覺得是個寶，只是覺得說很多東西都是貨物都堆着，那過也不好過，像等一過去東西就碰倒下來。可是慢慢，現在時代的演變，現在大家都是小朋友都是以3C 產品、平板啊或是電腦為主，然後後來還有學者說這個文化這個東西不能再給它走入歷史了。中央里嘅李總劉文正喺亞件同類店嘅第3開年，喺亞附近呢從亞件安落嘅店，其實係夢到嘅。書店、布店、家總店也都，老中冷年嘅路條牌、劉道記都係看得到。以前人嚇啱啱講，訂婚嘅事，訂婚啊準備啲肉味，結婚咩準備肉味，同樣嘅東西。喺現在簡化啦，就咁講啦，天結同一日，同一日，假如講。小人頭天分嗰年，那啲肉嘅技術好啊，推出嚟天年多咗一套新樣，說變成是簡化是冇夠拿嚟啦，拿一次是做得嚟啦啊。像我們這邊老街的中光行，就是中壢的第1家文具行，哦，然後我糖果店，然後玩具行，哦，那電器行都大概50年了，哦，然後布行，然後我們的嫁妝店，哎。它玩具行，哎，這些都是非常有歷史的，因為至少都50年以上，哎，啊，因為這一條街是當初就是最熱鬧、最繁華的一條街。條牌是一位好公園，聽得時代轉變，已經人物拍。條牌中辣係賣主位嘅重要場所，人喊做主鋪位。也搭配美食有體重紅葉，也下已經係出車期。條牌路中冷年一定後期體育市場滿盤，也下也搭配美認證政府計劃留給廠提起過，為也到成年運維去做生意。啲也開店，結合生命嘅店家，未懂唔攀得。以前嘅地方要賣菜啊、賣肉啊，全部要啊，而家都較冇嚟啊，你哋做唔得幾多嚟啊？做我都做啊，誒。因為係堅持可以投鴉片賣啦。盡源通嘛。為到為前進中冷條牌嘅用嘅，陶冶藝文呈現嘅盛宴，同文化部申請村落文化發展計劃，發起吸收錄像片，韓國用網圖嘅方式，韓經過訪談互動，而韓卡當年來了解自家嘅家鄉。那我們在裡面做訪談的過程當中，就會覺得有一種失落感。就是覺得說，好像中壢的很重要的故事、很重要的老店家都在這棟建築物裡面。
一旦它被拆掉的话，那这些店家的故事，或者是店家所跟我们讲的这种传统的礼俗的部分，是不是就跟着灰飞烟灭了？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记录的方式，把他们的故事留下来。刘顺燕自家是中6年，接送20年，见老见行，对认识也嘅读书，也拜佢用翕相嘅方式，带领大家再个重新感受韩国以前中6有几奖嘅。我们透过现在时下年轻人最流行的就是摄影的镜头，去重新发现这个城市不同的角落。那我觉得用摄影机跟绘画的方式真的不同，因为就是你用摄影机，你可以就是看到更多细节，然后看到这个城市不同的故事的面貌。大帮带人进行、进看、进解释，参加嘅人数控拿定翕相機，詳細嘅看啲嘅路順控嘅老店家，是從杜控傳統嘅賣鐵店、裁縫店、算命街，控嘅杜控一地準嘅一地雅，都係翕相機為翕嘅寶。連啲呀附近嘅讀書嘅學生嘅，每頭一擺感受全無洶湧嘅氣氛。因為來這邊其實也來1年了，可是就是大部分也都是跑，像是吃東西或是市區這樣，比較少發現就是這麼古早的東西，對啊。可是勾起了一些就是小時候的回憶，可能會就是因為其實自己也喜歡就是拍照，可能會願意就是偶爾走走這些比較古早的地方，看看一些比較珍貴難得看到的畫面，因為畢竟越來越現代化，然後很多東西都慢慢消失，所以就是想說，那而且這個地方也快要被政府給收走了嘛，那所以如果不快點去用相機去記錄，或者是用筆去記錄的話，那這個地方就會變成歷史。那我就會變成說我以後只能從照片看過，那還是怎麼樣？那如果不趁機去親眼看看的話，那真的蠻可惜的。真正嘅田途下來，發現頭擺唔使去注意嘅東西，按你來參加活動嘅人，唔但唱係記錄者，咪係歷史嘅參與者，也都用各種嘅方式，為留中6鐵器、特定儀式、特定年報嘅東西留下來。